觀眾朋友大家好，歡迎收看福喜來的，我係吳依容。今日來到現場，同我哋大嘴鼓嘅來賓，伊非常特別，伊係一個畫家。不過呢，伊嘅一個伊唔係用畫布來畫，伊係用鐵板來畫。我哋今日要聽伊嘅故事哦。歡迎畫家吳邦義先生。主持人，我係來自美濃嘅吳邦義。非常感謝老師來到我哋嘅節目，係第一擺來嗬。係第一擺來哦。今日佢用喺我可以訪問到老師哦。到到我要同觀眾朋友講，你嘅畫的那個材料佢鐵板嗬，係鐵板。唔過我先同我哋介紹一下你自己好冇？你係自細喺美濃大嘅係咪？我漢細都見哦，都一出喺美濃。家下侬會有機會去到日本留學嘛？因為我公啊，我阿公，因為我哋漢細嘛，要跟阿婆，我阿公係鄉下，所以講我阿公下做貿易啊，所以講想講年紀是有嘅啊帶我去日本，看一下日本嘅生活，也講留學啊嚟想去繼承下貿易嘅生意安尼。家下27歲，家去讀乜嘅咯？讀安尼日本嘅那個短大，很多流通啦，流通嘅，家唔家去唔會日文嘅嚇？唔會，我阿公帶我去日本，一禮拜，我阿公要歸到去台灣，梗係乜嘅家處理好啊，唔過買東西。嗰嘢還有一些事情嘛，也都係必須挖腳，唔過有個好處啦，去日本嘛，唔知講唔少講，意思唔啲我寫漢詩，漢詩嘛意思差唔多，唔過發音冇嘛相同，也嘛做得同啦。咁安尼唔會日本話按用嚟睇嘅圖書。3年之後，我日本語學校有沒有有開學嘅？有段時間嘛，我有啲宿舍嘛，轉翻日本書來看，講嘅睇唔到人，因為我係咩本科呀，我係咩本科畢業嘅，所以講我係關認真。家睇嘅圖書讀嘅幾多年？讀嘅日本語學校一天1年。不管唔啲台灣博士、碩士嘛畢業，去到日本留學一天，日本語學校讀1年。嗰個短大讀2年，總共3年。咁唔讀係本單係愛接外公嘅事業。唔本單係咪有想去留喺日本啊？當然有想去留日本啦，不過我哋有段時間我哋畢業後嘛，日本嘛都到泡沫經濟啊，因希望能我記得留學生嘛，歸去人自家國安國家。冇同人哋衝頭路。冇跟人衝頭路啊！所以講原來乜嘅入職證明啊，還有那些那個一些證明有沒有？他們日本的企業嘛貴年嘛，都希望能讀嘅能有好貴人自家國家呢。嗰種唔路多進來台灣，家要接我阿公嘅事業嚇。冇，不過多爸爸媽媽身體唔好。所以講我爸爸媽媽以前要做鐵工，做鐵工，所以話我一方面照顧爸爸媽媽嘅身體，嗰一方面嘛要做鐵工。拜6禮拜有閒嘅嘛，畫畫啦，看一些安尼，比如講安尼典藏嘅一些藝術為書啦，順便拜6禮拜也會染色條安尼教啊。咁一開始我教有感覺佢唔上喎。其實鐵工廠唔免係興趣啦，不過家族我爸爸媽媽傳下來安尼生意嘛，畢竟也是要可以維持下去啦，傳承下去啦。
就過不久愛食嘛啦。嘿啦，都冇辦法，都係愛食。沒有食。好，假如轉念，好愛食不如來食安尼。啊，唔過唔頭頭有講過次咩哦？唔拜六禮拜我去看伊條電廠啊，吼，一條藝術的雜誌。咁唔係萬世歸校畫圖哈？其實咯，吼，我本身唔係本科畢業嘅，所以講吼，我畫個圖吼，比如講吼，唔本科嘅，我從素描，哦，慢慢的演化，哦。畫人物啦，山水啦，哈。有人喺萬世歸校畫漫畫呀，都唔係，唔係你嘅。好，其實萬世好做嘅事情，長大都可以溯源回去。好，好搞嘅，總係歸校搞呀，就扮家家酒，完全冇做下嘅場景，我睇下都唔好做成，好可能都會有一個連接。嗰種萬世都有記得講，我過從太也行黑為歸校畫圖，你有這個認知嗎？有啊，哦，嗰種唔會，嗰部仲愛同鐵工廠接下來，我拜一到拜五我都做，唔過拜六禮拜我愛來，我愛興趣，啊一開始係看，到某個時間開始想講，我愛來畫圖嘅。也重要吼，其實除了看電廠嘅吼藝術週刊，哦，我會跟接觸嘅。哦，比如講我接觸嘅一個林東勇林大哥，哦，過來一個平農三公嘅徐主任，其實也兩位大哥，哦，都係我嘅先生，也係我嘅幾好朋友。然後全國哦帶我去某個展覽啊，哦，畫畫展覽啊，哦，雅士展覽。哦，我哋都去過嘅，參加過嘅，哦，也感謝這兩位。哦，伊兩位帶你去，哦，啊，頭都老師講，兩位睇河巴顏色，如係唔難我伊哋興趣，雅士。咁唔講唔家下唔前上次寫哦，兩位有喜歡到愛染石頭，佢好佢講嘅石頭咯。哦，一種嘅東西哦，石頭嘅東西哦，跟我鐵板相同，是白昂昂啊。全部夠重嘅，石頭鋼嘅位置，鐵板冇我哋展覽要鋼嘅咁重，所以講哦，一種東西哦，咁我冇喜歡到嘅咯。係啊，一種嘅東西按樣講咯，唔講細妹嘅家半萬人，哦，許多萬人。要我睇埋嘢，哦，有種意思相同安尼啦。哦，你做乜托重嘅啦？你唔點樣啊？你喜歡到石頭，如果考去河巴岩石頭，你讀到一條同好，啊，要按讀好，然後也可以考看藝術展覽畫也得，啊，你評論咧。哦，咁乜個時間開始畫嘅咯？你會上到去嚟畫？差唔多我天賦哦。鐵板抽象畫有沒有？油彩抽象畫哈，差唔多10年前吧。10年前。10年前。哦，咁農會面到我用鐵板來畫咯，有看到有人按嚟畫係咪？也有故事啊。唔過鐵板嘛，跟油漆嘛，也兩種哦，喺我哋做鐵工嘅元素。所以講啊，對鐵板油漆。哦，韓式都見，我爸爸生一下片，我哋韓式又開始哦，為天數漆油漆。哦，所以講也有一種資源啊。哦，如果唔按你廣泛嚟講，漆油漆咪係一種畫圖。哦，嗰個家下其實都有按你嘅經驗，還有看到嘅開始上愛自家來自畫看啦。咁係看到有人睇用鐵板畫圖。有啊。因為徐主任跟林太哥嘛，有擺去南投嘛，哦，啊，到我哋請一個朋友，也頭先嘛，整幾位行哦，到碰一個鐵板，1公分噴，因為每擺吼可能人噴東西嘛，噴油漆啦，個草樣嘅沾上沾下嘛，結果哦，那副鐵板有沒有哦？就自然形成一個很漂亮的一幅畫。哦，
如果各種的物體在上面很天然的變做一幅畫。錯錯。伊可能長啊20公200公分，高度啊可能150公分。所以講林太高嘛，花10萬塊鐵板賣過去。哦，係哦。賣過去也傳統嘛，給鑲在那個磚的蛋糕。哦。當成一個壁畫。哦，伊感覺也擼係一幅畫，所以擼賣磚一樣。哦，按唔夠嘅朋友擼按鐵片嘅嗬。哦，難怪變做按鐵片嘅意思㗎。我哋底下海豚嘅擼而來，像一個吳太哥同大家講伊嘅畫圖嘅想法，韓國來介紹伊嘅作品。等下個都進來現場。歡迎到進來福熙來嘅現場，今日嘅來賓係鐵板抽象畫嘅畫家吳邦義先生。就到吳太哥有講到嗬，陸下伊係開鐵工廠嘅，故說伊係一個我們現在很流行嘛，個半農半什麼嗬，你係半鐵半畫安尼嗬，如係平常時半夜都半係喺做鐵工廠，唔過閒誒變做畫家，你嘅第一幅畫。唔開始下筆去畫係畫乜嘅？要係也幅畫。哦，就係也幅畫又嘛。係 FB 好朋友嘅。哦，佢到大師都冇係也幅畫，用我畫出來嘅。哦。也幅畫嘛，看也紋路嘛，主要是它的紋路是那個什麼落羽松嘅一種畫法。唔可以嗰種嘅落羽松嘛，一種畫法。所以講啊，嗰當然看到有幅畫嘛，都我家講，有幅畫係咩唔用芥末疊上去，再加拖印咧。哦，有人講樹葉嘅嘛，落羽松嘅葉嘅，加疊上去嘅，其實都唔係。哦，這個就是關於特殊嘅一種畫法。所以講啊，抽象畫哈，比如講，不小心跌到一個白色的漆嘛，我用咯，我這個錯的又唔係，所以講啊，要計畫一個，點亮的念珠，四個角畫嘅，要變成一個，乜個白晒，白晒嘅，而且有3隻白晒，所以講有幅畫很多生命的緣起，白沙嗰種底下嘅一個圈裡面有沒有哈？那個誕生出來生命的緣起。嗰說嗰度太師母唔嘅落羽松畫法，咁牛腿能夠用嚟畫嘅哈？其實啦，抽象畫它就是很特殊。你不要說別人，假如說我要 copy 第2幅，有沒有？我也畫不出來。啊，係哦。我也畫不出來。我介紹第2幅畫。第2幅畫。介紹第2幅以前，因為觀眾朋友來看畫，會覺得要錄畫布嘛。老師說還有一個鐵板，以前畫嘅本來也可以啊。佢重哦嗬。有個鐵板吶，所以講鐵板有在那個抽象畫嘛，貴複雜。鐵板買過來嘛，因為會上路咩，所以講我用縫帶嘛，縫繡漆，計切過。切嚟呢，唔像看每幅畫嘛，再用安尼鐵樂絲嘛，計噴面漆。2道程序之後才可以畫。嗰種也個係已經處理嘅。已經有上那個防鏽漆。防鏽漆。然後還要再一道，真緊哦。好多本來我講牙來拿嘛，睇下講冇得蟲嘅。我按你嗰4塊哦，都已經過蟲嘅，你都專門托蟲嘅啦，嗬。咁平常時畫都係按你加起來。馬相同嘅畫那個畫架嘛，該加起來。按你好能有個太儀式感，這一個呢氣勢。老師給先標了，係嗰蟲哦。頭第1幅畫係。
唔講抽象畫都係無法複製誒。咁唔講按期哈，體育復發都是你決定要畫抽象畫嗎？哎，對。哦。因為不是本科的話，沒有受過專業訓練的話，沒有。你要唔係畫山水，唔係畫乜嘅嘛，畫唔出來。哦。咁唔睇畫嘅體育復發嘅時節，唔係已經有個想法，還係攞係嚟眼底最面會上到用咧。其實啦，我畫好嘅，我媽唔知上中用嘅。咁我用嚟聽嘅主題咯。有嘅畫好嘅，等油漆走嘅，一段時間咧嘛，啱不得又該看一下，就是又該看一下。可能幾下擺，原來我畫嘅下乜嘅東西，能想得出來，能看得出來。其實啦，我跟大家講一下，大家互相研究。唔欣賞以後，大家喺度講有啲落背欣賞到安尼抽象畫嘛。其實啦，唔心裡看到乜嘅，也圖畫用嘅，心裡看到乜嘅，想乜嘅，這幅畫就是什麼。100個人看不一樣，每個人都對。抽象畫它的範圍比較廣，無限想象空間。嗰種玫瑰希望安尼嘅兩個安尼。體育復發都按照生命的起源安尼，加咩係你畫圖的起源哈，加都亞風啦，嗰亞風係亞幅畫就是我想要 copy 這個駱以松的畫法，結果畫出來是變成一個龐克，龐克沒有這種駱以松的感覺，可是畫起來的話，沒有稍微它的顏色交錯的話，沒有比較豐富。單國嘛，都畫出來啊，都一個好像一隻狼啊，一隻跑的狼有沒有？我就給它畫個眼睛，過個嘴、屁股，再給加強一下，就變成一個龐克頭，龐克。咁既然係抽象畫，唔弄嗰啲入邊都係結束。一種我結束其實即個有感覺講差唔多有乜嘅表現啦多嘅。因為講這幅畫也表達的意思差唔多就該結束嘅哩。結束嘅呢，萬一講有不足嘅地方嘛我哋再該加強。比如講該點經驗組，該18修一下屁股，修一下嘴。這個假如說是人物山水畫的話，沒有，可能就比較不行。這樣。不過說亞亮幅已經畫好嘅，你現在要加沒做得？沒做得。亞路講冇嘅漢字，因為亞路係油漆，你用油漆畫嘅。錯。咁難怪按到太史二門唔用嚟畫嘅呢嗬，因為一般我想講油漆都可以做到安尼。咁冇想過再畫看看。冇，那個抽象畫的話，沒有，就是這樣。因為抽象畫以現代嗰度嘅畫家嘛，即係幾下改流行係你抽象畫。比如講我係打個比喻啦比如講以前在香港富士比拍賣的話，沒有，大部分都是張大千的潑墨啦，徐悲鴻的馬啦，還有一些山水畫。可是最近這3年有沒有，反而是趙無極的抽象畫是拍賣最高，因為它完全不能複製，而它的畫風有沒有你也學不來，所以的話沒有抽象畫就是你。從來講嘅咩？即個在本身可以再複製嘛根本畫唔出來。根
本畫唔出。也咩係以珍貴嘅地方，嘿，如從啊，幾個時節，愛人畫嘅出來，個位都冇誒，個位都冇誒。哦，誒，我面到嗰種人係看嗰種劇場演出，咩係？好，你大概做唱一出戲，演奏係唱一個曲嘅，唔過大概都會冇唱。都會感覺嗰啲珍貴啊。係啊。哦，咁又係天衣服嚇，唔畫嘅天衣服嚇。應該天五服。哦。哦，咁係後背係衣服做嘛？係。咁佢同人哋分享一下，形容你。也好畫出來嘛，又會變成。係嘛？可能差唔多一兩禮拜，能看出講哦，一幅畫嘛，係一個天馬行空，哦，畫出變成一隻馬，哦，後背嘛馬一腳，下邊嘛又計畫，哦，畫成安尼嗰種一個雲，一個花海花雲啊，有沒有？來給他表達說是天馬行空安尼啦。我感覺畫呢畫躺起來，蠻開心的呢。就是因為俺的從小就是背命題作文，我吹的題目，假使老師講啊，今日作文哈冇題目，你能去個聽，睇個路，我更加唔知要寫乜嘅嘢，俺係按呢教育出來嘅，係，唔過一開始畫圖都可以按呢天馬行空哦，你有經過一個適應期，還係冇，我。畫筆拿起來，因為人家問我青彩畫，我唔知要畫乜嘅呢。咁唔通我一開始一畫都可以抽象畫。係啊，哦，係啊，因為主要嚟講咧嘛，我本身唔係本科出身嘅，所以講當然這種嘛算，點樣講咯，也算一個天分。係啊，你講過係呢。我們張淑芬女士的話，沒有，你看。他已經70幾歲，快要80歲，他才開始畫抽象。咁唔畫嘅天衣服，幾多歲？差唔多30歲左右吧。不知哦。差唔多50歲哦。50歲。你真是抽象畫家，30歲同50歲差很多。好可能50歲。差唔多50歲啦。畫個10年嚟咩？我而家同頭都講嘅張淑芬女士比，假如後生幾多？後生嘅哦，後生嘅。哦，咁唔畫係嚟也天衣服，你就感覺，因為你講看過叫人咩唔抵起個頭髮嘛嘅，可是是很有成就感嘅，係吼。雖然不知道題目是什麼。對，這個畫個當時真是唔抵，這個畫嘛嘅。所以講有人講哦。畫個抽象畫嘛，還沒西方的什麼野獸派啦，什麼那個抽象派什麼派，講還唔係，東方的張天師的茅山派，茅山派的意思就是說，練一些招哈，畫符稿啊。而係按你嘅記載，咁人咧係有很多多嘅故事，嗬，人哋等下多進嚟，個繼續嚟參考，唔睇過，人哋聊一下。我想多種嚟復起來嘅現場，我哋今日咧來賓係鐵板抽象畫嘅畫家吳百二先生，多多吳太哥有講到吼，分享到吳嘅派別係茅山派，如果這個有一個，因為抽象畫都係唔歸難分嘛吼，歸難分嘛個派別啊，因為每個人都畫家規模唔一樣，唔過眼光好奇都係，唔講唔畢業到畢業行喺度做鐵工廠嘅。條路，咁畫圖的頻率係用嚟，你是很像上班那種嗎？唔是，唔係，一種畫圖相同我有靈感，還有現場的氣氛，靈感來的話有沒有唔難畫下，靈感來冇來嘛，可能2張嘢、3張嘢，唔冇那種靈感，這種動機。一個畫，
古時下巴會隔2-3張嘅羽毛吧？係啊。哦。嘿哦，剛剛靈感來嘅時間，會創作頻率可能會多密集啊？剛有很密集過？冇，蠻冇。你是比較佛系嗰種，如係應該要上到畫嘅，當來畫。沒啦，主要我係對我爸爸媽媽身體個好些嘛。我冇安尼，我照顧。我冇照顧，也講個平均，也講安尼有18，我出來了安尼，心情又過好。一時間人又講有靈感，也講有安尼動機去計劃安尼啦。嗰時候唔係差唔多10年前畫嘅第一幅。咁你10年來，你差唔多畫嘅一多幅啊？你有算過？總共差唔多40幅。哦，所以你不是量產呢？平均下來1年4幅。哦，嗰時候你其實畫嘅很少哦。不過一出手路，我本人注意到。咁你自己有發現到冇？都因為你也看很多嘅美術相關的雜誌，你自己感覺你嘅畫特殊之處在哪？你會按想到你？因為一種藝術的東西嘛，講特殊也唔係講特別特殊啦。特殊是特殊講係下鐵板油彩，又該畫成抽象畫。所以講一種鐵板跟那呢油布，跟畫布有沒有？它的畫法還有它的表現，其實有差啦。特殊是特殊在這邊，要就是說畫完之後，它怎麼表現的話，沒有就讓他自己去表現。咁畫喺鐵板紅嘅難度喺哪呀？難度啊，難度主要係個畫好誒，差唔多。每一次畫嘛，差不多1-2禮拜要比早。我1-2禮拜哦。尤其咧特性話咧，因為我畫嘅一種鐵板油彩抽象畫，有的地方是堆疊，一層一層啊。唔係講一次又畫好誒，比早又好誒，唔係一層一層堆疊的顏色給它堆疊，油漆給它堆疊。可能我叫人會早啊。因為我畫係一層，因為1-2禮拜比早，咱畫第二層。有人看起來其實你像油畫，下巴我像油畫呢，伊係有構圖嘅，有人貼嘅過高呢。嗰時候唔畫一幅可能會發過重嘅事。如果幅過太浮嘅嘛，要過重，冇帶來。挨堆疊嘛，油漆泡泡嘅喲。挨堆疊嘛，也構圖嘛，立體高度已經1.5公分。你的畫的本身1.5公分？立體感。唔可能鬆一朵邊。嗰幾幅畫係叫，按你故意畫係完成，完成一幅畫嘛，最少跑半年。半年。有耐心哦。不過都像你講嘅，因為係抽象畫，你也不知道最後要長成怎樣。對。嗰種唔會畫半年。所以講怪冇控制啊。因為主持人講嘛，這個跟其他的抽象畫有沒有，還是有區別，難度還是有啊。難度嘛有啦。不過嘅難度對你感覺都係時間。不過畫上去其實冇話嘅太難咧，你係上到嘅都可以畫，只可以等於找。對找。咁你畫嘅東西啊，就嗰種人會講我取材自哪裡？咁你感覺唔會想到那些要讓你會有想要畫的慾望，可能會是靈感來源，我係乜嘅？還係錄某一天？某一天。某一天。很隨性啊。佢隨性即個乜個時間上去畫，也講心情用嘅去畫，後邊甚至個半年真是
個無心情吼，啊也講動機較無安好，有空才空。哦，咁有畫一般比較幾過球的冇？有啊。哦，咪講係我半年呢。哦，畫到一半沒有 feel 了，就比較嘅。哦。這個。哦，咁每位有畫到一半沒有 feel，比較嘅，他永遠都不會完成。還係冇。有一幅畫嘛，多緊嘛，我10年呢，咁畫到一半呢。係哦。畫到一半呢。哦。這個後擺啲我想講，我樣畫下去咯，我嘅想法嘛。10年哦。哦。阿妹唔知會畫係冇。我唔知會畫係冇，畫起嚟唔知會生嘅樣嘅，嘛唔知。哦。佢奇妙咧吼。係啊，個神奇啊。哦。還有配啲畫家係同樣用鐵板來畫嘅嚇。台灣全省應該唔會手工嘅。哦。很稀少係。哦。咁因為頭都無聊嘅時間，你有問吳太哥講，咁應該有人愛同買，因為也看到其實你感覺過獎呢，除了過重以外吼，唔點樣嚟講到你卡，唔過應該嗰度人愛同買，唔過冇買花，有可能時間還蠻多啦。唔感覺哦，唔畫嘅時間還蠻安長，作品還冇安多，有可能咁係一個原因。一種也可以快講啦哦，因為一種東西欣賞藝術嘅東西啊，你講哦，那個伯樂啊，那個千里馬遇到伯樂有沒有？啊，真是對藝術有興趣嘅哦，不管是經紀人也好，其他藝術家也好，他認為說，因為講哦，一種嘅畫法，也畫風有沒有？佢適合伊，啊某天又會咁買。啊，我唔係講為了講我賺錢樣樣嘅，因為他認同我嘅抽象畫的這種畫風，某天要咁買，就是說大家都是藝術家有沒有？啊，看緣分，看緣分來交流，就對了。都有下出，唔係送出去生活，都係用送嘅，就係感覺藝術嘅送啊，好多老師咪有講有來有往，以為係有人送，嘛嘅唔要回送嘅感覺。嗰種用花來交朋友，其實嘛，嗰度書法家嘛，寫書法，也畫山水，也畫，比如講。伊交朋友多義務，伊多有花沒那個什麼花，富貴的那種。沒有膽。沒有膽哈。要剛愛有意思，剛愛送哈，本義務也講一個好激勵，一種馬上一種交流啊。唔過有攀展覽，錯冇？有攀過展覽，剛有數到嘛嘅，各有印象嘅給觀眾嘅回饋嘛。其實欣賞主要來回饋的話沒有，只是說他們假如說站在我畫頭前嘛，看過久，欣賞，後擺有啲朋友也唱嘛嘅咯，也有樣嘅，有安尼情形我本身看到我有個挑戰，就是講安尼也有認同，一種嘅鐵板油彩抽象畫。你開始睇畫嘅時間，會有想過下禮拜去攀展覽，去本人看，唔會想到安尼嚇，還係冇，你都純粹係抒發自己。主要是我自己有興趣啦。去六過去嘛，分公園嘅呢老街這個嘛，我差不多7年了，替孵化多7年，能去展覽。天一年嘛，能去呢武德殿，其實呢武德殿展覽。安尼。也咪講畫嘅聽講伊大家畫嘅來展覽咩？冇一種想法。咁畫塗鴉件事情對你有乜嘅影響冇？你感覺？
畫圖啊，其實啦，畫圖不愛剛剛嘛，一種嘅藝術有沒有？尤其抽象畫嘛，一種藝術嘅東西嘛，一方面可以陶冶心情，我個溫個沉下來，啊，嗰一方面嘛，一種嘅藝術嘅東西嘛，做得跟大家嗰度藝術家，哦，或者說一些收藏家有沒有交流？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區域不同的那個作品，一種改好嘅交流嘅一個媒介。咁我安尼嘅生活喜好呢，吼有安尼嘅才情天分去做安尼嘅事情。今日非常感謝吳邦義先生同我哋分享嘅故事，非常多謝。感謝主持人，感謝大家，非常感謝。咁接下來觀眾朋友冇轉台哦，聽到先生好好運動。觀眾朋友，有請去到福喜來嘅面書粉絲專頁網站，還有訂閱我哋嘅 YouTube 頻道，隨時發落福喜來嘅最新消息。